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建，欢迎收看6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对咱台南起家万国通路响应政府过于返乡政策，伫桂林打造新的厂房，有果将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同时，嘛伫市府的牵线甲中央大学3方面共同签署产官学合作，期待培育更加侪在地人才，创造三赢局面。由中英大学街舞队挂着行李箱甲背包，用伫表演当中，借着动态的展示来呈现万国通路产品的特色。而这个伫台南创立的品牌，董事长谢明正，为着响应政府过于返乡的政策，特别投资20亿，伫桂林打造4万平的工厂，有个未来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而现在，各地市府的促成之下，甲中英大学合作，成立产业专班，要协助学生一毕业就马上就业。一个建教合作一个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业师可以去教学也另外学生可以来企业实习变成是在地人才的培育那这对未来的产学的落差，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透过签约的仪式，万国通路甲中英大学双方拢以着办喜事加亲家的欢喜心情来看待这个产官学的合作案，希望透过学用合一，增进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培育发掘在地优秀人才，创造多赢局面。今天我看到我们整个市政的团队，就是包括我们王局长的积极跟长荣。那能让市场能见证市营、家长营、学生营、学校营、工厂营。为什么？4年后，你看他毕业后还要找工作吗？只要你4年好好的学习管理，好好学习整个里面的这些原物材料，哪怕到第4年、第2年就把你搞不好升上当业务。当设计，4年后毕业，就是跟你同样在学校的同学不同命啊。产业界是这样同行不同命，你如何自己找出路？所以未来的价值，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就是说，除了实习以外，一直想创造一个能不能就业跟就学合而为一那今天真的谢董事长支持，我们就做到了。学生进来以后，他事实上就已经是我们万国通路的同仁，也是长荣大学的同学这2个同真的是很棒因为在别的学校是做不到，那我们今天一次做到，而且我们又是亲家跟厝边这个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那我也量身制作我们公司需要的课程，我们由公司来设计，我们来帮忙这样的一个目标。开课不是说老师要开什么就开什么，是由公司的需要来开课，这是第一个我们就突破了。学生的需要我们来开课，然后学生的未来我们来开课。我们把这个合而为一以后，就发现哇，这样的大学的话，那行无就那行讲就无学生。台南市政府促成中英大学甲万国通路签订3学合作协议，将由中英大学配合万国通路新工厂的设立，只当提供40名实习机会，让学生就学到等于是就业，提早进入职业场所，适应社会。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第3回得到国外，并且曾经当选过夏威夷小姐的台南美女郭瑞云，下晡专程前来拜访台南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颜顺泽，感谢过去的积极帮助。当选夏威夷小姐的美女郭瑞云，甲伊的母亲做伙，下午特别前来拜访台南市民进党初选市长参选人颜顺泽，来感谢颜顺泽过去伫咧伊当选夏威夷小姐以后。要来竞选美国小姐的时阵，提供予伊的建议甲帮助，予伊学到真侪宝贵的经验，甲真侪人生的体验。
这是我们第一次本人见面。对。可是我要选美国小姐的时候，因为赖市长有特别请副市长也副市长帮我很多忙。第一，他请他帮我找了吴志刚的爸爸，然后希望他可以联络吴志刚来帮我做礼服。那这件事情真的很让我跟我家人都很感动。然后之后我选美国小姐，因为需要网络上的投票，然后副市长也是马上就启动所有的人员，然后来帮我做这个投票的动作。对，那真的，所以我们真的都从心底要很感谢的哈。那当我们得知他要代表夏威夷去参选美国小姐的时候，那赖市长跟我说我们要帮忙他。我说对的，因为他台南人。那如果能够当选美国小姐，也是台湾跟台南之光哈。尤其是3岁的孩子就到美国去哈，基本上充满了许多挑战。那其实一路走过来其实不简单哈。那所以我们就联络了吴继刚的爸爸，希望吴继刚能够在服装上面给他更多的帮忙。那吴爸爸也跟我愿意帮忙，最后是因为继刚本身也太忙了，但在世界上没人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帮忙。不过我觉得这个表示台湾力量的一个团结哈。那妈妈也非常辛苦哈，也帮女儿说要选美国小姐的时候必须网络投票，妈妈也跟我联系，那我马上发动了支持者，最后是网络投票哈。那虽然是瑞颖她没有如愿的选上美国小姐，不过我相信对她来讲是人生难得的历程哈，能够参与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就是一种胜利。外小姐郭瑞云甲台南市民进党初选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两人对选美的大小事，开讲到目前颜顺泽面对选战的心境甲态度等等。夏威夷小姐郭瑞云也特别准备了蒜头来赠送，要有祝颜顺泽会当顺利当选，也对夏威夷特别带来当地嘉宾，表达家己满满的感谢。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因为20几档的南区健康市场因为状况不好，被市府透过多次计划变更成公园用地。日前经济摊商搬迁，引发抗议以后，议员林文正上午邀集市府甲市场主治会座谈，会中要求市府一定要先做好安置。位伫南区的健康市场，市府因为可能营运状况无好，透过多次计划变更为公园用地，并且伫103年3月甲摊商终止租约。日前强制要求摊商搬迁，引发摊商不满。议员李文正上午邀集市场主治会以及经发局甲道发局做伙召开座谈。议员要求市府必须先对摊商进行安置，才当进行后续的拆除工作。迄个无安置进程啦，吼，你遮个迄个司法的动作，拢爱马上随停起来啦，吼，爱随停起来，吼，你爱先安置好势顺，你才来，吼，看要执行，看要安怎，才来处理，吼。啊，第二个时阵就是讲爱追究啊，即个当初是安怎甲变更做公用地，吼，这事关人民的财产权益的问题，吼，你是安尼，你讲对迄个批发商场。批发市场，你甲变更做公用地，哦，这个要追究责任。议员诉求，伫市府也未对摊商进行安置之前，先停止所有司法动作，以及追究当初时到底是安怎将市场用地变更为公园用地，并希望市府先采取辅导安置，再来进行拆除。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一日一度的全国移动杯桌球锦标赛7月3号开始3天，将伫新北市举行。上午台南市会由议长赖美惠亲自授旗，予担任队长的议员李文正，预祝台南会当摕下上好成绩。106年全国移动杯桌球锦标赛7月3号到5号3天，将伫新北市举行。议长赖美惠希望借着比赛提倡运动风气，促进议会同仁的身体健康，也希望透过对外交流，甲其他县市的议会联谊交朋友。咱透过咱这个冷网也好，桌球的比赛也好，互咱一寡议员同仁
伫服务着咱的社会大众的选民，佫会当来做着即个运动，一来健康着家己的身体以外，嘛会当透过即个运动的活动，教着咱的议员的同事，甚至教咱其他县市的议员职员做着一个联谊，所以会当讲健康以外，佫会当交着好朋友。所以伫咱台南市议会每一次对外的比赛，拢真踊跃来参与同时咱得到的成绩嘛拢真好，就由着咱今仔日的授旗，期待咱台南市议会大家拢会当认真摕到好的成绩倒转。由议长赖美惠亲自授旗，予担任队长的议员李文正，大家团结一致，希望为台南市议会争取好成绩。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后壁区公所因为之前甲保险公司推广农特产品成效袂歹，所以今年再次甲百货合作推出特色商品展览，对今仔开始到7月2号举办。中道市长赖清德、议长赖美惠以及昆宾伯甲黄坤虎两位国策顾问等人，拢到场推荐，场面相当热烈。我是供应后壁区特色农产品有冠军米、冰糖粽啊，甚至也有文创家鸡蛋啊，拢起济民众注意。即摆由后壁区公所所推出的后壁区特色商品店，再来搞间特色店家，也希望更加侪民众会当了解后壁区的商品，进一步带动当地观光旅游。会中赖市长甲议长拢到场斗宣传。其实真值得咱台南市每一个人。甚至全台湾的好朋友来到台南市市来了后呢，其实真正有必要去后壁区行看看的。那么后壁区的这个农产品嘛非常丰富头拄咱看到米丰盈的米佮各种的这个料理我想今仔日咱拢有做展览啦拢有做展示冰糖酱鸭哇，迄个公道。盘工啦，小盘工稻农学堂、汉方农米厂这是并列啦并列冠军米的广怡坊啦种我想咱台南市市民应该掌握机会好好来咱远东百货好来享受一下咧。今仔日咱搁带着咱济所有地方的社区的妈妈。包括咱农民家己生产的米包括因所用着农特产品做出来的加工品要来和咱所有的好朋友做着交流，做着推展。这个特色展览将到7月2号伫后火车头的百货公司美食街，有济农特产品以外，有济限量优惠。即摆结合后壁之水的联名店，而且大家做过来后壁佚佗。但新闻不故意操控这个。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伫后火车头的饭店业者，为了切实爱情嘉年华推出特别的大房专案，都有优惠介绍，并推出免费的观光 bus， 要载游客前往大观音亭等热门的景点，希望让所有来台游客拢当感受到幸福热车的滋味。
这台特别的观光巴士，就是由香格里拉湾东大饭店结合一摆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所推出的幸福列车，从到赤坎楼、孔庙等热门景点，上届特别的也会到大观园厅参拜看翠观路。而幸福列车嘛由文化局长叶哲山、凯德曼总经理加这个贵宾的见证正式开动。我发现那个专案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它是3天2夜，优惠价8500块，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幸福巴士，搭着大家去拜我们的星济公的月老，去求姻缘，然后也会到我们的赤坎文化园区、孔庙文化园区，还有包括我们的蓝晒图，台南市的重要观光景点，他们都为我们的游客都设想得非常的周到。所以你到这个香格里拉饭店住下来，那整个台南市的游程，香格里拉非常的贴心，帮大家都规划好了哦。今年的话呢，本来是大概宗教结合观光，然后又结合金属产业，这样的话呢，整个呢把这个活动呢带上来，带上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幸福列车，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姻缘树爱情姻缘树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台湾金属创意馆的，旁边的月老是我们大观园亭星济公的所以都呈现在这个地方。这台巴士以生活、爱甲欢乐作为主题，要让旅客拢让伫台南创造美好回忆。当然，除了幸福列车以外，饭店嘛甲台湾金属创意馆合作。伫饭店外口摆设象征心心相印的夫妻树，以及对大观亭请来元老，非常吸引游客目光。但新闻不国义采访过的。有一种或者常压性水脑疾病，也是脑部无正常的积水，主要发生伫老大人身上，会造成走路袂稳、记忆变歹，甚至是流失禁。目前靠药物治疗并无明显效果。对此，贵族学病表示，也是要透过引流的方式来改善。常压性水脑容易发生在老大人身上，包括会出现行路袂稳、认知功能受损以及流失禁。有一寡镜头甲帕金森氏症以及阿兹海默症真歹分辨，而且也有可能同时间发生，必须透过腰脊骨抽水的测验来评估。帕金森氏症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手抖这些症状，所以在一部分的病人身上，它是完完全全的症状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它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像是影像。影像上有时候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辅助，当这两者都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区分的时候，剩下的方式就是我们去做测试，就是说做一些脑脊液的抽吸，从腰椎的部分，看看他的症状会不会改善。如果他的症状会改善，他就等于模拟手术完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靠引流管这些方式去改变他的症状，像是走路，像是失智这些东西。治疗常压性水脑，主要也是靠引流管手术，也就是提供一个长期的体内引流手术，包括脑到巴肚的引流管，以及腰脊骨到巴肚的引流管，但两种方式都有一寡风险，也就是条件限制。它会有一些问题，像是你反复开过刀的头，你要再去做一次手术的时候，它不管是头皮的粘连、伤口的侧化这些东西会很困难。所以，如果你的头没有办法做手术，或者是你觉得头上手术那个出血的风险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腰椎手术去做引流。但是腰椎手术有腰椎手术的限制，腰椎如果太狭窄，或者是你在这整个循环上面路径上有任何一个点塞住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用腰椎做引流处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评估，就是看那个病人情况去做评估，他比较适合哪一类。虽然引流管的手术也是有一寡缺点，不过说是目前尚会当改善镜头的治疗，而且病人伫早期接受手术，将会当达到80%的进步。但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对农民来讲，当然上重要的是农产，不过周边的农路甲水路同款对农民的收益有真大影响。嘛，因为台南市有全国上大面积农产，所以县市合并以来，市府的努力进行农水路更新。目前改善农路已经超过1500条，水路毛51万公尺以上。下面就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农水路更新的成果。
离开市区，驱车来到六甲，放眼望去皆是青绿的稻田，自然风光就是这里的生活风格。县市合并之后，台南市拥有全国最大的耕地面积，而农民的所需始终是市府的关心。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水路，在过去未改善以前，田间农路宽度狭小，仅2.5至3公尺，且为泥土路，常年使用后出现坑洞凹凸不平，每逢下雨泥泞，非常不利车辆行驶。一旁的排水路也常是土沟，既不易排水，又容易淤积。大雨来时常出现久久不退的淹水情况，常年困扰农民，不利于现代农业的经营。未农水路未改善的时，路细条，你关街，你若到街所在，迄路水沟吼落雨，就盘水去，就挂落，就徛正徛。所以有当时呢，像这落法天，这修成哦，来个并车啦，迄并车毋是，即摆车线道应该是车包的。并车一定系我多，即摆若像这个车线道并车，你袂得赔，袂当赔，所以迄危险加麻烦。为了翻转这样的情况，市府展开农水路更新改善工程。农路除了拓宽，也改为铺设柏油，让路面平坦以利通行。排水路则更新成混凝土 U 型沟。施作过程中，以减少影响农民耕作面积，以及不伤害已种植的农作物为准则。完成后，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也间接增加道路使用宽度。另外，设置水泥板桥，增进大型机具进出稻田的方便性。在部分道路交接路口一并设置反光导标，提升农路的行车安全。这些不断累积而来的丰硕成果，也来自市府编列大笔预算的支持。咱台南市政府的预算拢无计较啊，所以你想看卖哦，台南市政府伫5、6年的中间，用伫农路重划啦，这个农地重划区农水路更新，中央含地方加起来10几亿呢，17亿呢，头才17亿，中央含地方加起来17亿啊！台南市政府的钱佫出比中央较济，你著看知影讲台南市政府的诚意付出时间与心力，市政府自县市合并以来更新的农路超过1500条，总长度达51万公尺以上，相当于国道中山高速公路的1.5倍。更新的水路则有22万公尺，具有显著的效益。5、6月份是农民欢乐的日子，农水路经改善之后，稻作的产量增加，也减少休耕面积。即使烈日，收割稻米的忙碌身影已然富足。农水路更新之于农民的意义，不只是活络产业，更糅合在地文化，促进观光，大大提升农村的生活环境。沿过迄个水路是每型的，所以顶面较宽，所以料有型的来吼，迄顶面较宽，甲这项提升几公分啦，所以50公分8公尺，路分落宽，来普通甲水路来用，农路来用，交通就像这天，即摆咧挂车机也大台，车车嘛大台。拢无问题。农民靠天食饭，伊的田就是伊的命，伊的大个所在就是伊本啊。以早是连这命甲本已经拢足无保障的今年这6、7年，我就讲以阮的伫后壁区树安里这个完全冇做过水灾，但是农民讲非常的欢喜，讲做对了事啦。拄啊做到这个农水路上，红感觉是上无看到的所在，但是是阮上基层、上感受会到的所在。在这项工程里，市府也秉持生态工法，在农水路旁种植行道树，
带来景观绿意，更有调节空气的深意。在探头往排水路里一看，即有生态孔的设置，具有涵养地下水的功能，落实环境友善。尽管台南市的农水路更新，一如农民的努力耕耘，而有了丰厚的收成。然而市府不因此懈怠，现今仍有多处工程持续进行，这属于农民的幸福提案。现在赶快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最温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30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